宣调，我就君耶和华跪拜至高的上帝，着用什么啊？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同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敬拜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现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安静我们自己的心，预备今天的敬拜。我们要安静自己的心，将今天分别为圣。无论你有什么重担，我们都要求神来帮我们放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要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为了自己今天的敬拜、今天的领受来献上祷告。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那坐在宝座上的王，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你是配得一切称颂、配得一切赞美的神，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万国万民都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献上我们的声音，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求你此刻与我们同在，赐下圣灵与每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今天跟你有一个很好的连结，在今天有一个很好的领受。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吧，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尊贵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君王。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主你满有荣光，主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来高声唱，来高声唱，我神，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主，你是昔在永在的君王。昔在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三一真神，父子与圣灵，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更多来高举主的名，我神真伟大，主，我们歌颂你。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更多来高举主的名，主，我们欢迎你。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
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来宣告，全地都看见，全地都看见，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将全荣耀的掌声归为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受大赞美的神，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万民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要同心的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说，无论在哪里，只要有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神就要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同心的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主必睁眼看，侧耳听，奉主名的呼求。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整理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复生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复生，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我们要来宣告，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
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更多来呼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来复兴着你，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是主，我们何等的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来掌管我们的国家，来掌管我们的教会，也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主，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但是你道成肉身，为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留下宝血来洁净我们，更赐下圣灵成为保惠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指引。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来到这里献上祷告，求你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如何能更像你，教导我们成为诗人的榜样，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的见证。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了求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立高峰。主啊，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非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是的，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赐圣灵，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
心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更多对主说，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身心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是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我们愿意活得越来越像你，我们愿意走在神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主，无论高山或是低谷，我们都要跟随你，要赞美你，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需要，无论我们有说出口没有说出口的，主，我们知道你已经垂听。主，我们将我们全人全心交在神你的手里。主，愿我们今天的敬拜成为馨香的祭，到你的宝座前蒙你的悦纳。谢谢主，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是咱甲来吟一首的圣诗，圣诗331首，圣诗331首。我做主基督兵丁，我做基督兵丁，着好打进前，机械着上修正，看见无爱恨爱赢，时刻甲恶相争，毋通失精神。求主掌我勇往，互我为得胜。求主施大权能，看我无失停。求主带我向前，到永远天庭。咱即时做伙起立来吟全首。时刻高
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伊亲像家己。即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金头。我有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即若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即是咱犹原徛底，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的带领，阮阁三甲自己伫你的圣殿内敬拜你。今主你是青少年的纪念主你，感谢你使用阮即群少年人，会通来明白你，咱三甲来服侍，愿主你甲阮伫地。我也将今主你的信息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互阮会当对甲分团队所分享的信息来明白主你要对阮讲的话，互阮会当照安尼来行。阮知阮的无完全，因为有你的疼，阮才会当有重新过来的性命。互阮时时会当轻读主你的话，甲自相亲近，还是主你的款式，互阮会当食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福音传扬出去。愿主你的荣光临到这个所在。阮的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请坐。即是咱要请张富的同学来传咱公读课英文。即是咱掀开圣诗后壁面课英文第24篇宣教，我来客，请恁来应。所行完全遵读耶和华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着用啥物来称许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求你开我的目睭。我会相信，因为有苦来消融。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甲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拆，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即是青少年团体要来献诗，伊要献诗的歌名是《我心坚定于你》。
咱将荣耀归予上帝。希望透过即首歌，咱会当轻调甲主，搁较坚信主目伫主的话内底。即是咱来读一位的圣经，圣经是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提摩太前书第4章，咱要对11节看到16节，11节看到16节，显着我来念。这个事，你着命令来教示，袂得因为你少年，互人看轻，着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信的人的模样。着注意读册，劝勉教示，教伫我来。14节，你心内的文书，对先知讲的话，甲长老会画手来互你，你毋通忽略，你着注意专心伫遮的事，互你的进步显明伫正人。16节，着谨慎你本身以及你的教示，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因为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甲听你的人。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即是要请本堂的家群团队来分享，伊的题目是“诚做榜样”，诚做榜样。弟兄姊妹平安。毋知你有少年无？有少年无？我若问你几岁，你会讲你几岁？18岁，对无？敢会？玉州长老，你今年过庚？18岁，吼，咱若加2个吼，要庆祝的时阵，咱拢会安怎？甲做歹势，甲迄个服务生讲要18啦。吼，要18岁啦吼，是安怎要18岁？因为咱拢毋茫，咱拢会当真少年、真年轻。今仔日咱看见咱的少年家咱做伙伫遮献诗服侍，其实有侪的感动，因为真少有教会的青少年，佮遮尔啊团结。咱看见今仔有侪的青年伊伫校口读册。伫校口做家庭，伫校口咧学习，不过伊因为今仔日是青年主日，因愿意开时间特别倒来遮做伙服侍上帝。所以，互我真感动的是，咱的青年真正真动心，真听主，因也真彼此相听。伫我一开始来中丰教会的时阵，其实我甲伊无熟识，不过因个就为我备办庆生会。我想这是一个真使人感动因为咱的青年，伊看见因为主日内底，互咱亲像一家伙仔共款。咱看见咱的青年，因真多才多艺吼。这也看见咱教会伫侪年来的栽培养，也愿意伫信仰顶面用上帝的话来教导因所以因个亲像安怎？咱10年以后的教会，因也是未来咱教会的执事甲长老，咱犹原来继续为因来祈祷，继续为因的工课、为因的课业、为因的家庭来祈祷。咱看见咱的青少年一定伫无共款的阶段，有的一定准备要生咱都有看到2个孕妇有一个是抱囡仔有的是拄仔结婚的，有的是上要来考大学的，有的是准备要来找工课的，有的拄仔要考高中的。咱的青少年有无共款的阶段？不过咱看见因伫即个过程中间，有咱教会的属灵长辈，诚做因的帮赞，互因伫听内底成长互因有机会来学习钢琴、学拍鼓、弹贝斯、弹吉他。互因有机会操练，互因有机会上台面训练即个胆量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青少年，就看见安怎？咱未来的教会啦。不过未来的教会毋是明仔载呢，未来的教会就是即马，即马就是未来的教会。咱即摆的青年会遮尔济、遮尔听主，是因为安怎？咱过去中丰教会用信仰、用上帝的话来养饲因，用听来甲因灌溉啦，互因安怎？伫即个成长的过程中间，伊犹原轻调伫主，因犹原伫逐所在，犹原爱知影祈祷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咱拢是安怎？少年家啦。
那安尼今仔日咱看到经文讲到啥物？保罗咧对这个提摩太讲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这句话到底是咧对谁讲啊？这句话敢若是亲像咧对少年家讲吗？毋是啊！这句话咧对咱大家讲啊！咱每一个人拢应该是少年家。咱中峰教会敢是少年家？还是咱中峰教会一定是双年教会？敢是？毋是啊！咱的教会应该安怎？真做一个年轻的教会啊！最近伫教界内底常常咧讲，少年家人走去倒位去？年轻人不在教会啊！那安尼年轻人走去倒位去？我们要换个思考，我们的教会够不够年轻啊？咱讲有世代代沟，那安尼教会对这世代的青少年，咱讲有代沟啦。要分享之前，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我们个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的话语真做阮的开力甲帮助，互阮犹原有一个心灵，会当愿意来更新，愿意伫主你的话语中间，个一摆看见主你要调整阮的生命，调整中峰教会的所在。愿主你帮助中峰教会，会当真做一个年轻的教会，活力的教会，更新的教会，互阮会当不断主你所爱阮行的道路来跑走，互阮无停留伫原本的所在，互阮无留伫安逸舒适的环境内底，互阮的教会会当不断来调整，不断来向前行。愿主圣时，你甲阮三角地地，互阮的教会无看轻家己少年，互阮的教会无看轻家己的欠缺，互阮的教会会当无看轻家己是一间细间的教会，因为主阮知，当你伫阮的中间的时阵，阮的教会就要突破，就要改变，就要有一个新的气象、新的意象、新的更新伫阮的中间。主，我们个一摆将正人的心灵交托伫你的面前，愿主你的圣神真做阮的快乐，提起阮，用主的话语养持阮。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今仔日的经文到底是咧对谁讲？事实上，这个经文内底拢是青年主女常常拢会用到的，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因为这是保罗写配互伊这个属灵的儿子啦，提摩太伫20几岁的时阵就安怎，互这个保罗安怎叫伊来牧养教会。兄弟姊妹，提摩太20多岁就爱牧养一个教会啊！对伊来讲是一个真恶担当的事，对伊来讲是一个真有挑战的事，因为在场内底每一个人拢比伊较大汉，每一个人的经验拢比伊较侪，每一个人有可能看起伊讲我食的盐比你食的饭搁较侪啦。囡仔人有耳无喙我想这个提摩太会常常拄到这款的挑战。不过这段话毋是干那要对年轻的提摩太讲也要对在座每一个人来讲，咱的年岁毋是限制咱的年岁毋是一个捆绑只要咱有一个愿意的心，咱的呼召就开始所以毋是你的年纪偌济，你敢有年轻的心灵你敢有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阵，你就安怎看见需要的时阵，上帝就呼召你咱来看到这张图啦，这张图伫过去这2档有侪的教会咧看见，就是讲咱的少年人到底去倒位去咱看见教会成长有侪经，不过教会的成长是安怎？伫主日聚会的人数减少落来了后，是安怎样？教会的增加，这代表什么意思？教会的增加不代表神国度增长代表什么？有可能是因为安怎换来换去尔啦。同样的分母换到不同的教会，开拓新的教会而已。也就是讲，总体来说，咱的教会伫上帝国的教会来看，伫台湾其实基督徒是无成长的，咱只是分母变大啦所以咱看见一个问题啦，就是讲2022年到这个2024年人数减少6694人主日聚会咱常常会讲还是疫情不过疫情偌久疫情偌久咱掐指一算，疫情有多久了？
到即马咱的教会幼园面对着最的挑战啊。常常咱看见，其实主日学幼园因为大人的约束，大人来做礼拜，囡仔听大人的话，因来参加主日学。不过主日学有成长啊。不过咱看见，当即个主日学升到国中的时阵，国中生就无去啊。也就是讲，青少年出席率毋是青少年团契伊来教会减少5700个啊。也就是讲，这4冬的过程中间，咱全台湾的教会流失青年超过10%啊。这是一个真严重的代志啊！代表什么？有可能国中的时阵要升学，爱去补习有侪的影响啦。地搞安怎？开始有自我意识的时阵，就安怎无爱来教会啊？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咱的主日学的信仰，遮尔愿意来栽培，咱的老师遮尔骨力咧，甲因起造这个根基。不过，伫国中的时阵，常常就安怎？这个青少年就离开教会，也就是讲，信仰接力棒很常在国中阶段就掉棒啦。兄弟姊妹，想想这个棒子如果掉下来，要捡起来真困难，因为说来什么高中生活啊，高中阁愈无用，高中的生活阁愈精彩，高中阁愈侪补习爱补，说来个大学啊，大学阁愈欢喜啊，阁愈自由啊。开始安怎成年了后，伊会当来选择，伊无阁受爸爸妈妈的约束啊，伊无阁受家庭的约束啊，伊只要离开国中的时阵，离开信仰，伊个真学会当转来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咱搁一摆来思考，其实咱的青少年偷偷咧离开教会，咱的青少年偷偷安怎这个世界行啊？这逐日搁一摆来思考，咱的青少年走去倒位去？这毋是干那讲少子化那尔，少子化是一个问题，不过。咱爱看见的是，咱原本伫教会的青少年走去倒位去？伊有伫教会聚会无？伊即马咧创啥物？你敢有关心伊？咱的青年走去倒位去？为怎样咱的青少年无留伫教会内底？这是即马所有的教会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咱看见有侪会长老教会开始安怎改变？伊开始原本的这个无敬拜俄勒，开始有敬拜俄勒，是为着要互青少年伫教会内底有乐器人较学，会当互伊有一个所在，会当互因伫教会内底来服侍，来举办活动，拢是为着要互教会有少年人发展的机会。不过咱感谢主，中峰教会是一个真少年的教会，因为咱长辈真愿意，互少年有一个安怎机会，互因会当来展现年轻的活力啦。所以我常常来鼓励中分的青年，因爱有创意啊！恁的聚会爱有创意，恁爱做举办活动，在信仰圣经的限制之下，你们要用你们的创意服侍你们这个世代啊！恁爱用恁的方式来传福音嘛？40年前传福音的方式，甲即马一定无共款啊！咱的手机也咧演变，那安尼咱的思维也演变无？咱的上帝咧做新事，那安尼咱的教会敢莫做新事？咱的手机不断咧进化，那安尼咱的传福音的方式嘛爱改变啊！咱举办即个教会事工的活动的时阵，嘛爱调整啊，因为时代无共款，不断咧改变啊！今仔日咱看见咱的青年愿意委身伫教会内底，因愿意分别做成参与伫教会，我有侪的感动，因为这无简单。因为对即摆青少年来讲，伊礼拜日有侪的事会当去做，伊有同侪压力啊，伊有侪的选择啊，伊会当即摆去听音乐剧啊，伊会当即摆安怎来去睡到自然醒啊。伊会当暗时去夜唱啊，不过咱的青少年伊愿意分别做成伫遮敬畏主，互我有侪的感动。因为这是咱过去中文教会对前青少年的栽培教导，
看见咱这批的青少年，因愿意敬主最大。今仔日的经文跟咱讲，这些事我们必须要吩咐人啊。保罗甲提摩太讲，你随奉少年，不过你犹原安怎？这个事你犹原爱吩咐人、教导人啊。什么事呢？咱要讲到正经，甲咱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啦。咧讲到讲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啦。也就是讲，圣经已经明明讲啊啦。你虽然现在在教会聚会，但是怎么样？你随时有可能离开教会，因为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呀。也就是讲，末后的世代有最的消息，互咱所看、所听的，会引诱咱离开上帝的道理。兄弟姊妹，咱有可能会互声音约制哦。咱听到少女的祈祷，就知影粪扫车来啊，对无？咱看到一个相，咱就知影讲啊，爱买什么物件来食。比如讲，看到麦当劳，你就会想到可乐啊。常常这个广告安怎不断甲你洗脑，不断甲你讲，互你听，不断，即马手机会偷听你讲话，你也讲到要买啥物，你手机等下广告就走出来啊。因为伊要引诱你去购买啊。那安尼，圣经早就已经讲啊，伫咱的世代的中间，有最的消息，咱所听所看，拢咧引诱咱离开上帝啊。袂晓咱的价值观最啦，特别什么心灵鸡汤啊。咱即摆常真爱心灵鸡汤咧，不过有拄时是心灵毒汤啊。什么叫心灵毒汤？我有一摆看到一个心灵鸡汤伊安尼写啦，讲你累的时候就摆烂没关系，就躺下来吧，没关系，就躺下来吧。这不是安尼啊，累了不是就躺下来摆烂呢？不是啊，咱常圣经不是安尼教导呢。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面对着咱的朋友咧学担当咧背包艰苦的时阵，你会甲鼓励，还是讲你可以去听冥想，还是你会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所以保罗咧提起提摩太，面对这个事的时阵，离弃真道教引诱的代志出现的时阵，应该吩咐人啊。徛伫真理的角度爱回应，而且教导人讲圣经安怎来回应这项代志。保罗勉励提摩太应该真做一个模范，唔通因为看起你家己少年，你就唔敢讲。常常有拄时咱看到一个代志是唔对的，不过因为咱少年，咱唔敢开嘴。咱唔敢讲，不过保罗来鼓励提摩太讲：你徛伫信仰的立场，你应该讲。有拄时咱会偏移形式呢。有拄时若一项代志习惯做久做了后闯红灯，闯久之后，你会感觉无要紧呢，因为安怎无互掠着啦。反正警察也袂掠，咱中分社区警察也袂掠啦。也没有测速照相，有没有？久了之后就成为习惯啦。不过咱徛伫信仰的角度，应该安怎？爱知影讲，这是袂使做的啊，这是犯罪的代志啊。所以保罗甲提摩太讲有5个真做模范的5个特质啦。第一个是讲话啊，讲话行做疼心信心，最后是一个活出清洁的性命。兄弟姊妹，咱真做基督徒，无论去到倒位去，咱拢会讲话啊。不过，咱讲的话是造就人的话，也是咧共刺插的话。咱讲的话是疼心的话，也是咧共人酸啊。有侪时阵，咱必须爱审视家己讲的话，到底有伤害到别人无？一句话说得得宜，就怎么样？哇，听了就很舒服啦。有当时一句话你对无共款人讲，伊听的无共款哦。因为每一个人伊的背景无共款，伊的伤害无共款，所以平一句话，你袂当安怎套用每一种人啊？咱必须爱安怎有智慧来讲话，也就是讲，咱伫言语的顶面，敢有做信道的模范？咱敢有无讲白贼话，无讲恶毒的话？
咱敢有讲诚实、温柔、谨慎的话，互人感觉讲你即个人讲话是通信的，我会当放心将即个话，我的秘密，我所面对的问题，放心交托互你听，因为我知影你要甲别人讲。你讲话的话，敢有互人感觉真实在？感觉讲我有问题的时阵，我要来找某咪人讲某咪人，我拄着即个问题，你感觉会当安怎来排解？你讲的话，敢有互人得到利益啊？你讲的话，敢有互人得到造就啦？所以咱看见圣经讲着讲垃圾的话，一句话都袂当出嘴，因为什么？这的事啦，是要互人听的人得到利益啦。第二，你的行罪，敢有真做正人的模范？兄弟姊妹，行罪毋是干那伫教会，互人看见讲你真认真服侍上帝那尔，毋是安尼啊。毋是干那伫教会那尔，伫你的家庭内底，伫你的工课内底，伫你的学校内底，你敢有游玩、尊主做大，互人看见讲，看到你的时阵，感觉你无共款。你甲公司的人无共款，你的行为互人感觉讲，你甲正人无共款的所在，是因为你有疼心嘛。像那平平一件代志，六个人反应是去圣地，像那你是温柔来甲我提醒，你因为我好，你来甲我讲。所以咱看见讲，最后所吩咐咱是啥物？咱必须爱伫即个社区有好的行为啊。你伫你的厝边，人安怎来甲你讲？你敢有敦亲睦邻啊？兄弟姊妹，我咧倒粪扫的时阵啊，我即摆有倒粪扫就一顿迄个妇人人拢甲我介好呢。我若一工无去倒粪扫伊个问我讲我走去倒位去啦，是毋是袂记哩啦？爱甲我念啦，讲你个拜二你个是5:15甲爱来啊，拜几你个爱5:10啊，安怎因个会甲我当作是一个社区的人啦，我当初是去的时阵，因拢想讲我是倒位来的啦，因为我毋是住伫遮，所以因看到我的时阵拢感觉真兴奋啦。不过豆我觉得我被接纳呢，因为我倒粪扫的时阵，有人会为教会甲我求讲倒粪扫安怎，所以这是一个好行做，就是讲你甲你的厝边隔壁敢有好的互动啦。因为你若有好的即个行做互动，其实厝边隔壁也因为你得到利益甲帮助呢。所以兄弟姊妹，咱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咱的教会敢有真做厝边隔壁的帮助甲祝福？若是有一天教会碰见啦，咱的社区的人敢会讲中央教会竟然搬走够无彩的丰盛长老竟然搬走够无彩的啦，无咖啡通啉啦。讲生笑的，就是讲你的厝边隔壁，敢会因为你离开，还是讲你搬厝，会感觉讲真可惜。这值得咱去一摆来思考。所来疼心的模范咱敢有迄款的疼心？特别咱看见有需要的时阵有人有需要的时阵，你敢有迄款的疼心？讲我愿意将我的分予伊啊。迄个疼心毋是溺爱呢，迄个疼心是发自内心的看见伊的需要，因为主耶稣疼我的缘故，我愿意将这份疼分享给这个人。咱的疼心毋是干那嘴讲的那尔呢，咱的疼心是需要时间来陪伴咱的疼心是需要行动咱的疼心毋是干那讲咱的团契安尼就好咱看见有人无必来甲咱做伙食饭，咱视而不见呢。咱敢有去甲邀约一摆互拒绝，你有第2摆无？第3摆、第4摆毋是干那讲一摆伊招伊无来，你个无甲招因为逐个人无共款。你敢有犹原迄个疼心继续来甲伊招来教会你敢有为伊祈祷第4项就是信心的模范你敢有对上帝有信心？咱一个事工拄着二担当的代志的时阵，拄着困难的时阵，你讲出的话是造就人的话，还是咧讲负面的话莫做啦，反正无什么利益够忝的，还是你犹原带领
团体内底，甲大家人讲，咱做伙来祈祷，因为咱所瓦靠的，毋是咱所做的，咱所瓦靠的是带领咱的上帝啊！代志有成无成，拢是在伫主耶稣啊！你敢有互人看见你信心的模范？第五，你敢有互人看见你清洁的模范？你敢有互人看见你生活顶面的圣洁、财务顶面的圣洁、关系的圣洁，没有任何的模糊地带啊！互人看见你的时阵，就知影讲，你这个人真正直，你这个人无可能安尼做。因为你常常伫任何的代志、任何的方面，你拢安怎照上帝的话语来行？因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你的信仰敢有原则？兄弟姊妹，当你的信仰若无原则的时阵，其实你的囝儿是谁拢咧看？你的囝儿是谁拢知影讲啊？我的爸爸妈妈吼，伫某一个部分有妥协啊！兄弟姊妹，当你有妥协的时阵，你有一摆了后，你个后壁个安怎？真恶人啊徛在啊！所以信仰有没有妥协的余地？无呢。咱的圣经教导咱，敢两条路尔，永生的道路跟安怎死亡啊，两条路尔呢，没有任何的模糊地带，没有败不复活呢。这个过程中间，敢若有一就有一，有二就有二，没有任何的选择啊。所以咱必须安怎有一个清气的心啊？要安怎有清气的心？你敢有祈祷上帝？其实咱每一届的祈祷，拢是要求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清起咱的性命，因为咱是软弱的人啊。咱伫逐所在有可能拢会犯错，得失着人。咱每一天的灵修甲祈祷，拢是要警醒家己的性命，求圣神甲你甲我的性命讲主啊！我今仔日敢有得失人的所在？我今仔日敢有得失你的所在？有拄时啊，你得失着别人，甲得失上帝，得失着上帝，你唔知影呢？有时候我们祷告要怎么样？主啊，求你赦免我不知道得罪你的地方。有拄时啊，咱所想的、所做的，咱唔知影咱得失着上帝啊。所以每一届的祈祷，其实拢是要互咱的性命，搁一摆得到清气啊。保罗甲提摩太讲，这个项事拢爱做信徒的模范，唔是干那做好两样那尔，是所有的代志拢应该爱做着啦。那呢？保罗伊对青少年讲，那安尼伊也要对咱在座每一个人讲啊，因为咱每一个人拢做过少年家啊，咱每一个人拢应该有一个年轻的性命。伫即摆的社会中间，有侪的价值观，拢咧充满伫咱的性命内底，咧影响着咱的性命，咱的判断啦，甚至乎咱的性命不知不觉已经违背上帝、违背圣经，但是我们不知道啊。兄弟姊妹，你想看卖？伫你的年代的时阵，你敢有手机通耍？昨我去看文理长老的时阵，文理长老咧看布袋戏啊，我就想起讲，我细汉的时阵吼，拢无手机通背呢，我拢咧创啥物？啊，文理长老咧看布袋戏的时阵，我甲文理长老讲，我细汉拢咧看布袋戏，我嘛咧看歌仔戏，因为我迄个时阵无手机啊，所以我拢坐伫庙埕后口，甲一群囡仔吼要等饭堂啊，所以我的童年就是安怎？看布袋戏，看歌仔戏。不过咱看见咱即摆主里学的囡仔安怎？你若有真足咧看吼，迄有的爸爸妈妈咧带囡仔的时阵，平板就甲拆咧，吼，囡仔就点点啊。不过有拄时啊，囡仔到底咧看啥、听啥的时阵，若是老爸老母无注意，迄囡仔拢咧看咧，吼。前一阵仔有即个。有心人士吼，拢甲迄个儿童平台中央拢插有诶无诶，杀人诶、放火诶啦吼。这不知不觉吼，这囡仔若无注意诶时阵，伊个咧看这啊。伊伫伊年岁遮尔细诶时阵，看到这诶画面甲影片诶时阵，对伊诶心灵是有伤害诶。不过咱可能无注意到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到咱即摆诶囡仔甲青少年活伫手机仔内底。那安尼，到底是你咧教饲囡仔，还是你的手机咧教育你的囡仔？
兄弟姊妹，当你若是无摕开你的官兵，教育你的囡仔的时阵，以后你的囡仔就安怎共款？你年老的时阵，就摕手机啊，互你看。伊以后就摕一台平板，互你掠背。咱常常看见咱即摆的青少年安怎？有拄时啊，久久啊，转来一摆了后，厝内底的人咧食饭，伊安怎背手机啊？家庭好像失去了温度啦。咱甲朋友聚会的时阵，敢若失去迄个温度，因为逐个人拢咧看手机啊。咱真恶想象有可能啊，伫过去的教会，咱细汉的时阵，拢无手机的时阵，拢伫教会咧佚佗呢。吼，咱若是超过40岁以上的，应该拢有即个记忆，就是讲细汉无所在通去，厝内底无电视的时阵，拢伫教会佚佗啊。不过咱即摆的教会，囡仔袂来教会佚佗呢。装手机啊啦吼，所以咱真恶想象啦。过去迄款童年时代，拍弹珠啦吼，搁跳格子啦，有诶无诶，遮佚佗物啊，会记忆一定悄悄的夺去他们的童年。兄弟姊妹，咱的青少年渐渐咧，互即个世界咧教导呢，伊。听的甲看的拢是对世界来呢。若是咱无真正对圣经来甲因教育的时阵，其实安怎，伊就无法度来教会啊。因为他们是被手机喂养的世代啊。伊一定安怎？对这个2010年开始了后，咱的阿法世代就是安怎，拢咧耍手机啊呢？完全耍手机啊呢？所以1980年代，咱个是安怎？囡仔甲囡仔斗阵佚佗耍做伙的时代，到即摆一定无共款啊。所以咱看见咱的青少年有侪的问题啊，暗困啊，是安怎？影片 IG Reels 直滑，看，一则看过又一则，侪的文章鸦片在抢夺他们的注意力啊。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世界上贵的是啥物？世上上贵的是啥物？专注力啊，我们的专注力是最珍贵的啦。无啥人爱行销，无啥人爱拍广告，因为伊要安怎吸引你来听，吸引你来看，互你的粘着度不断安怎吸掉的啊。所以有可能咱一定安怎，互手机啊粘掉的啊。咱一定安怎没有办法不带手机啊。这是咱这世代，无论是青少年，也是咱无共款世代的人，拢共同面对的问题啦。咱看见第一个，因为爱困啊，伊开真少的时间咧困，致到因的心灵出问题啦。因开始有社交障碍呢。咱有拄时啊，青少年若是手机啊看伤济，伊就安怎袂晓甲人对话，袂晓甲人互动，袂晓伫一个团体的生活内底甲人团结共事呢。这是一个问题啊！佮有拄着什么款的问题？注意力碎片化，伊无法度专心坐落来，因为伊的尻川会扭来扭去，伊无法度专心。第四，当伊上瘾的时阵，哇，这个惨啊！这个上瘾就安怎？无手机啊，个会不安、焦躁，伊会失眠啊，有侪啊，会感觉讲，我的骹甲先有咧震动哦，甲先有人甲我赖哦，有人甲我催哦，不过常常安怎客开，无人催你。不过记忆已经怎么样？身体记忆已经甲你记掉讲，甲先有手机啊咧动，其实手机啊无咧动，因为我们已经被制约了啦。我想这毋是干那即摆青少年拄着的挑战，也是咱在座每一个人拢拄着的挑战。因为即摆的网络的科技发达了后，大款的媒体拢会当对你来讲话，常常有拄时啊一个标题就互人安怎砰砰，什么叫砰砰？看到标题就开枪啦！有拄时啊，咱拢无真正到底去查证即个消息，到底是正确还是无正确，咱就安怎，互即个标题吸引落去啦，互即个谣言安怎吸引去啦。所以保罗甲提摩太讲，除了这5项以外，你该安怎宣读啦？你该爱宣读，你爱劝勉，你爱教导啦。是安怎样？
因为上帝的话会当成做咱生命的开力甲帮助，要帮助咱分辨伫眼前的代志，到底有违背圣经的教导无？圣经是在帮助我们从神的价值观来看，到底什么事情是正确跟不正确啊？所以宣读代表什么？公众宣读神的话，劝勉就是讲爱甲靠劝啦，你唔好安尼啦，聚会时阵手机就安怎收起来，咱专心来聚会，爱教导，互伊明白上帝的真理啊。所以兄弟姊妹，无论你伫逐款的所在，咱拢需要上帝的话，才做咱的开力甲帮助。因为独到上帝的话，会当分别一切啊。伊会当帮助咱知影到底代志是对也是毋对啦。所以保罗搁进一步来提起提摩太讲，你毋通轻忽啦。这个轻忽叫什么？忘记。有真侪时阵，咱会袂记真呢。咱若常常无读、无灵修，咱就会安怎轻忽神给我们的职分啦？你敢知你是上帝的囝儿？你的性命敢有可能活出一个自卑的成分？你的性命敢有可能已经活出一个假兄的内底？因为手机内底侪的比较，侪的负面，侪的这个谎言，你敢有法度透过圣经知影讲？毋是，圣经毋是安尼讲啊！圣经讲我是有价值的，我是上帝的囝儿呢，我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宝贝啊！你敢知影你的温数是啥物？你敢知影上帝伫你的生命的旨意甲心意是啥物？有的人可能讲牧师，我毋知影我的温数是啥物呢？我的财政到底是啥物？我敢若袂晓讲话，我敢若讲话会食指我也袂爱指接人吼。不过我要甲你鼓励是啥物？咱必须爱伫教会内底参与无共款的事工，对即个中间发现你的温数是啥物？有的人伊真够关心人呢，有的人的特质吼，甲伊初一摆见面，就感觉亲像过60年的朋友共款呢。有的人安怎？伊虽然甲人袂有侪的亲近，不过伊真够设计呢。伊有真侪 idea 呢，伊有真侪的看法呢。有的人真有领导力啊。有的人安怎对声音真敏感，有的人真够弹琴，真够唱歌，有的人真够款待人啊。所以兄弟姊妹，你必须爱伫教会内底参与事工，你才有法度知影上帝伫你的身上的温数是啥物，会当伫中分教会内底做啥物啊？保罗煞接最后甲提摩太讲，你着温群去做啦。虽然你有可能毋知影你到底会晓啥物，不过你要安怎殷勤的去做啦。你爱原文叫做练习、培养，代表讲兄弟姊妹，保罗敢知影提摩太少年？知影无？保罗知影。不过保罗甲提摩太讲啥物？你爱温群啊，你爱练习啦，你爱操练啦。兄弟姊妹，今仔日传道，而且讲道，毋是干那讲一夕之间我困起来，我讲道会当敢徛伫遮呢？毋是啊，必须要安怎？经过练习，经过操练，经过侪的装备，才有法度安尼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的青年也是安尼。我鼓励咱的青年要不断安怎服侍啊。伫我细汉的时阵，我伫万东教会，互我侪的犯错的机会。有拄时我的牧师伊知影讲，即项代志安尼做，可能成效不好。不过伊犹原叫咱的青年去做，因为伊要互咱伫即个做的过程中间发现错误啦。因为有拄时咱足坚持咱家己的想法对无？因为无弄着壁，就毋知影讲弄着壁会疼。所以安怎？互咱去操练，伫即个过程中间虽往错误，不过因为教会是疼的所在，会当接纳。会当包容，会当互咱的青年伫即个服侍的过程中间，虽往有错误，不过犹原会当接纳伊啊。所以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我真感谢兄弟姊妹，会当互咱的青少年
伫细汉的时阵，伫国中的时阵就有机会会当来操练。要成做一个奥运选手，嘛是爱经过侪的比赛，毋是吗？要成做一个老师，敢无需要爱读册？敢无需要爱考试吗？要需要出赛，嘛需要练习嘛。所以兄弟姊妹，咱的青少年游玩也需要咱兄弟姊妹，互因有犯错的机会，互因有学习的机会。所以毋望咱会当伫青年时光的顶面，咱游玩来支持因啊。最后，咱要来讲到即个保罗甲提摩太讲，无论怎样，你的教士就爱警醒啦。兄弟姊妹，咱咧教养细囝的时阵，咱家己也爱警醒啊。咱咧教养别人的时阵，咱家己也爱警醒啦。第16节，保罗甲提摩太讲，你爱坚持去做。是安怎样？保罗甲提摩太讲爱坚持，代表即个代志好处理无？可能无一定真好坚持，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坚持到底啊！兄弟姊妹，你的信仰敢有坚持到落尾？你信耶稣敢有信到落尾？你的信心敢有信到落尾？主耶稣伊甲咱教导讲，恁是世上的盐，也是世上的光啊！耶稣基督咧呼召咱的性命，要成为光和盐啊！也要使命是啥物？咱必须爱防止个世界的朽烂，伫达所在成为那一个调和者啦。兄弟姊妹，当你的同事的关系无好的时阵，因为有你伫遐，真做一个温暖有疼的所在。当你的同学咧欺负其他的人的时阵，你愿意去甲伊关心。当你的身躯边的人拄着恶担当的时阵，你亲像耶稣差派来的光同款，照光伊的性命。咱的敬畏较好的行为，毋是干那留伫教会那尔。上重要是啥物？当咱煞接离开教会了后，咱犹原坚持安尼做，咱犹原坚持圣经教导咱的真理。无论伫教会内底，伫学校内底，伫家庭内底，伫你的工作的内底，你犹原甲主讲，主耶稣，我的性命愿意尊主最大。无论你的年纪、你的年岁有偌济，主耶稣要讲，咱的性命必须爱轻易更新而变化，因为咱毋是干那停留伫一个年纪那尔，咱必须爱安怎不断去调伫主，因为主耶稣伊教导咱。我们必须要向着标杆直跑，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信仰没有停留了，我们的信仰必须要调整，必须要向前走。那安尼，咱的教会面对这个世代最的变化，咱敢有需要调整？咱的想法敢有需要调整？咱的时间敢有需要调整？我想上帝伊要搁一摆来更新中华教会。伫今年，我想中华教会有一个真大的突破，有一个真大的更新。因为主耶稣伊要使用咱的教会，要来行出这个社区。兄弟姊妹，这个时阵要邀请咱等下来做伙开喙来祈祷，来为着咱的青少年来祈祷，也要为着咱青少年，无论伊伫工课中间，伊咧做伊伫学校。伊的家庭，咱拢爱为伊来祈祷。咱诚做属灵的长辈，咱有真大的权柄，就是爱祝福世囝，祝福咱的青少年。兄弟姊妹，等下团队要带大家来开喙祈祷，最后再来继续来祈祷。兄弟姊妹，咱做伙开喙拗头，为着青少年的时光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搁一摆来高举你的圣名。主，我们将阮的青年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互中华教会的青年，无论伫逐所在，主啊，你来照光因，你来使用因，互因无论面对着怎样的事，主啊，你要成做因的气力，成做因的帮助。主耶稣，你互因无看轻家己年轻，互因会当伫教会内底来学习。来敬主你，
愿主你来扶持，互阮的时代犹原会当成做因的亚坎，互教会成做因的快乐甲祝福。主啊，愿你来带领中分教会的青年，互因伫逐所在会当做光做盐，互因无论伫逐所在，拢会当有上帝你的祝福，有主耶稣你的款待。主啊，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看见中分教会的青年，因真同心，因真听主。主，这是何等的感恩，何等的稳定。主，这是你互中分教会上好的产业，你也是互中分教会上好的稳定。主，愿你来看顾这群青年，互因无论伫学校的课业、功课、家庭、养饲囡仔，伫逐款的阶段，愿主你互因有快乐，面对这个世代最的引诱甲挑战，面对这个世代最的压力，愿主你加做因的帮助。主，愿知，阮无一个人会当陪伴因到人生的路尾，独独上帝，你要陪伴因面对逐个阶段的挑战甲压力。主耶稣，求你来帮助青少年，互因拄着恶担当的事的时，因会当知影来找求主你。当因拄着逼迫艰苦的时，因犹原相信主耶稣你是伊的快乐。主啊，特别我要为着已经离开教会的青年来祈祷。主，求你来亲自引带因转来教会。主，伊也是你的细囝，你的羊仔。愿主你来帮助，互这的青年会当搁一摆得到主的感应，得到主的感动，互因会当搁一摆转来到教会。主，求你来引带因，透过阮兄弟姊妹的关心，互因会当对阮的身躯生命中间看见主耶稣的疼，互阮的一句话的关心，一个陪伴，一个问候，会当互因感受到主犹原疼因。主，求你来引带因，求主你来帮助因，互因会当转来到教会。主，我们搁一摆来呼求你的同在，互中分教会成做一个年轻的教会，互中分教会成做一个有活力的教会，互阮的敬拜甲学乐是有活力的，是有期待的，是充满学乐的，是充满奋兴的。愿主你来扶持中分教会，互阮无看轻家己的欠缺，互我无看轻家己的年岁的年轻，互阮犹原伫这个世代中间，互阮会当成做这个社区、这个世界的祝福。主，愿感谢你，我们将阮的青年，将中分教会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来扶持掌权。主，这是阮的祈祷。望阮的祈祷成做芳芳的香，到伫你的面前。愿安尼甘心祈祷，拢是我靠救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这时，咱要搁来吟一首回应诗，来回应咱甲上帝的关系。咱要用新信诗572首，572首，心目五主坚固，心目五主坚固，就是赎罪耶稣，救主上帝，求你听我祈祷，罪恶洗清到无，互我全心倚靠归向上帝。咱三甲起立来吟全首。我
要听陈志信会长来报告青少年的事工。大家平安，我是青年团体的会长志信。那要在分享之前，我们先看一小段影片。要一滴树林伴我成长，我儿时却爱追逐浪花，第一次分享彼此愿望，骑着车向前往，梦想在前方。从太阳普照到月高挂，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若我的生命是一幅画，有色彩，有感动，有你才发光。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们青年今年最主要做的事工，还有我们为教会做的服事的一些活动跟事情。那第一点就是我们青年团契有分2个部分，一个是社青，一个是学青。那社青的部分就是比较老一点的年轻人，那学青的部分就是比较幼气的年轻人啊。那社青的部分就是我们最主要会有固定的聚会，是因为我们社青里面的成员啊，他们都是有一些各行各业啦，有一些结婚的也有，那不同的职业有些要排休等等，所以我们比较做一些弹性的一些聚会。那最主要的话就是固定我们每个月会至少会聚会1次。那这个聚会呢，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会在我们传道讲道后的一些信息的分享，那对信息的分享，那我们可以更加深那在讲道后的一些圣经的领受啊，还有牧师跟传道讲出来的话语，我们到底领受了多少，来做一个分享。那学青的部分就是在每周6的下午2点，他们会做一个信仰的一个分享。那也是我们会有预节辅导来做一个辅助的部分。那除了这个固定的聚会，我们还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野餐活动，还有聚餐，还有一些运动。那最主要就是一些主要就是要分享或者是聚集一下我们彼此青年的一些近况的更新啊。因为我们都要上班，有一些要上课，时间比较不固定，所以会不定期的举办这些活动，来增加一些彼此的感情。那也可以分享一下他们在工作上以及学业上有遇到什么困难。那我们对于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灵修的方式做一些分享。好，那在今年也有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有在6月底。我们要到去参访我们屏东的和平教会的青年的敬拜的方式。那想要透过这个方式呢，能够来增进呢我们青年对于敬拜的一些想法。那我们可以跟其他教会来做一个分享，比如说我们的优缺点都可以来做一个分享交流。好，那然后再来还有其他各个时间性的一些服事，比如说是圣诞节，还有在接下来的献堂，还有教会布置，我们要辅助进华执事来做一个教会布置的部分，也都由我们青年来做一些服事。好，那接下来还有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事工，就是我们的教会 logo。那我们教会 logo，我们有做一些周边小物，就是
在我们现今比较流行的一些周边小物来做一个教会 logo 的呈现。那将这些 logo， 我们的教会 logo， 在我们的社区来传播一下，我们分享一下。就像刚刚传道讲的，我们有这个广告，让大家我们的社区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都能够来更加的认识我们中云教会。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有先展示一下我们现在有的一些周边小物。那这个周边小物有帽子，就是我们的鸭舌帽，那还有渔夫帽，还有背带。那这个部分是在5月31献堂的时候会开始义卖。好，那我们请我们的模特稍微带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实体。那不仅仅有这些周边小物啦，我们接下来会推出我们的袜子啊，或者是文具袋，还有购物袋等等的一些比较现今比较流行的一些小物，都会有我们中云教会的 logo， 还有我们属于我们中云教会的象征来做呈现。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是5月31才会开始义卖，所以大家5月31一定要记得来我们参加我们的献堂。好，那还有一个背带的部分，这样背带装饮料的，大家年轻人都想要喝饮料。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年的青年的事工，那谢谢各位。好，将欢迎就是若厝内有青少年的，咱邀请因来参加阮今年的聚会。若拄仔看遐帽啊、背带啊有介意的，记得5月31号才有开始卖哦。好，这是我来报告今日的事工，咱手中的酒报。来报告顶周的聚会，主日礼拜55人，现金是2850块；主日有14个人，现金是550块。拜一妇女团契聚会有11个人，拜三基督会有15人，拜六少年团契聚会有5人，拜六青少年团契聚会是暂停。下主日的事工分配，讲道是潘家群团队，诗会是黄志强长老，抒琴是刘安琪同学，当地是黄明勇长老甲李秀琴执事，敬拜是第2组，电子琴的话是黄恩婷姐妹。主日2是第2组，导播甲音控是黄家乐甲刘安德同学。电脑导演的部分是李玉洁执事，交台是李佩珊甲陈延如姊妹，交通组是刘主义长老甲谢汉南兄弟。下周周间事工的分配，拜一妇女团契主理是李敏秀会长，地点伫教会1楼。拜三基督会主理是李敏秀执事，抒琴是刘安德兄弟。台岛的家庭要来为着黄文丽长老的家庭来做台岛。拜四的探访家庭要去到杜小香姊妹的家庭，轮值探访的种子是黄志强长老甲李玉洁执事。拜六青少年团契是母亲节的特别活动。拜六少年团契主理是刘主义长老。圣经是诗篇第1篇，要对第1节看到第6节。题目是神甲我。本周的经句是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咱台语的甲华语的做伙来念一遍。无伫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起，着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最行的人的模样。华语。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是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1点，今主日是本会青少年团契的纪念主日，由本会青少年团契带领礼拜的听书，请大
家继续为青少年的事工来关心、带导甲奉献。第二点，下主日5月10号要来报告4月份的收支效报，并且要举行5月份的庆生会。收市的名单如下，我请好来干略。有徐思恩、徐诺雅、杨国士、寇后秀、李佳燕、夏蕾珠、吴玲芬、杨内香、郑梦圆、李崇胜等。祝这个寿星生日快乐，愿主祝福后辈满意。第三点，下主日5月10号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本会要举行庆祝母亲节感恩礼拜，当日要由青少年团体甲主日学的小朋友来献诗献花，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礼拜后嘛要赠送每一位妈妈一份礼物，愿上帝祝福这个妈妈的身体拢健康、平安、喜乐。母亲节感恩礼拜了后，嘛要为着妈妈来做迄一张大合照，所以请咱的妈妈爱穿乌水水，后尾摆来翕相。咱会伫教会2楼的主堂来翕相。迄了后，咱教会会伫5月24日要赠送一个大合照甲相框。第4点，教会伫新的一季要来做布置，伊是家庭季，要邀请咱的会友提供一张纸本的全家福的合照，相片的尺寸是4×6甲5×7的大小，差不多就是安尼，这是4×6的，这是5×7的。你若有父辈，像即种有父辈佫较好，因为安尼较袂歹，甲你用歹去。你若提供家己的相片，伫后礼拜5月10号进前交予进华执事，欢迎大家踊跃来分享恁厝内的人甜蜜的相片，互阮来做伙欣赏。第5点，本会要定伫5月31号礼拜日来献堂红母就任的感恩礼拜，请本会的会友伫5月8号拜五进前伫线上，就是用扫 QR code 的做报名，还是讲你会当到当地到遐来做纸本的报名，只要一个来做登记就好，然后互阮会当来统计参加的人数。第6点，本会教育部要通知，为着培养会友的灵修生活，提升灵命，要推动读经的活动，配合着中会读经的考试。读经的内容以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要伫5月4日，也就是今仔日开始，明仔载开始要来做读经的活动。等下请团队阁来详细来解释，来报告这个读经的活动，嘛请咱会友来踊跃报名来参加。第7点，青少年团体用教会的 logo 来制作衫裤。咱有看到咱今仔青少年团体拢有穿一领彩色的衫裤，就是用即个 logo 来做衫裤。有伫4月的时阵，互大家来做套娘，甲来做有定的。然后迄时阵有定的，会当将你的费用交互我，也是有血如姊妹，也是你会当等到你收到衫的时阵，才来交即个衫裤的钱。因为需要互厂商来做制作的时间，若迄个时阵无套用到的，会当伫衫裤客着的时阵，咱会当现场才过来购买。阮互教会来购买有青蓝色甲白色，青蓝色一领是600箍，白色的一领是500箍。遮个衫裤的迄落修理拢会做伫教会的建堂的奉献，甲青少年的事工来做使用。第8点，本会伫6月7日要举行圣礼典，有意愿小礼洗礼、更圣礼、新灵洗礼，请伫5月10号，也是后礼拜进前伴团队来做报名，以便安排上基要真理的课程。咱下到后壁面。第9点，高雄中会要举行圣经考试，日期是8月29
号拜六早起是9:40到12点，考试的范围是艺术垃圾、尼希米记、以实帖记。详细内容已经公告伫咱教会1楼的公报栏，请咱兄弟踊跃报名来参与。若有意愿要报名的，请按林宏俊长老来做报名。第10点，天国金兵的夏令营要定伫4月24号、25号，拜五甲拜六2天1暝，地点要伫咱中文教会，对象是幼稚园大班甲国小6年的小朋友会当来做伙来参加这夏令营，费用一个人是1000块，收满为止。若有要报名的，请伫当地的输出报名表，甲黄志强长老来做报名。第11点，下主理的正道圣经是《撒母耳记》上记1章第9节到18节，题目是在泪水中的祈祷，母亲的心声。台岛的事项，请照每日的项目，为着以下的代志来守望台岛，特别点名的，为着病痛的，为着年长的，为着心灵甲生活的来特别来为因来祈祷。下骹这是顶主日的奉献明细表，若是有登记错误的，请找会计李敏修技师来做更正。这是我来报告今主日的奉献，约定奉献有18个人，现金是51700块；感恩的现金有15个人，现金是17000块；为着建堂的奉献有8个人，现金是10000块；为着青少年团契有8个人，现金是9300块；为着主日学来现金有奉献的人有1个人，现金是500块。奉献的总价是91920块。咱即是做伙起立来敬奉献诗。咱今仔日有新朋友陈怡秀一家伙啊，请你徛起来，互咱欢迎，欢迎你。好，请坐。兄弟姊妹，我们来补充报告。今仔日是青少年主日的团契，咱的周报内底有一个蓝色的奉献袋，邀请咱做伙为着青少年团契的事工来奉献。煞只，咱今仔日有报告讲，咱要来读经运动啦吼，这是咱教会的教育部志强长老伊所负责的。伊要来配合咱今年高雄中会推读3个章节啦吼，但拄仔咱的预节只是拢有来报告。咱希望讲咱大家兄弟姊妹，咱做伙来起做教会。兄弟姊妹起做教会，毋是干那讲志强长老咧推动啦尔，伊来推动即个活动，咱起做是啥物？做伙报名，做伙来完成。咱伫找一个时间，咱来做伙用即个来成做一个奉献，要来布置伫咱的教会。互咱的即个读经运动，诚做是咱教会一个文化，一个大家拢愿意来参与的一个活动。所以邀请你等下会当去当地倒遐报名之后拿这张读经表，上面有开始日期到完成日期，到你完成了后签你的名，到时阵可能6月份的时6月底的时阵，咱会做一个要来奉献啦，要来奉献即个读经卡。希望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参与伫读经的活动。煞只搁即摆来邀请甲提醒6月7号要举行圣礼典，一定有人报名小礼洗礼甲加圣礼。若是你的囝儿是说有要洗礼来另外来报名。最后今年咱的教会有办即个夏令营啦，咱已经真久无备办，不过感谢主咱的同工愿意来承接即个事工。看见即个儿童事工的重要，邀请兄弟姊妹也有缘做伙来关心。若是你有闲的，会当来甲我讲，你当时有闲做伙来参与来关心啦吼。因为即个名额敢若100个人
啊，即个夏令营吼，是即个开放即个林园区的建教会啦，吼，所以若是咱的细囝有意愿要报名，爱赶紧来报名吼。若是名额满就无法度吼。因为即摆我看报名表单已经报名30几个啊，吼，所以咱中风教会的细囝若要报名，赶紧将即个消息甲伊讲。我哋教会群组也会不断的吼来甲恁提醒。若有报名表会当伫即个当值桌，也是找志强长老来问啦吼。毋望咱逐个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鼓励咱的细囝吼，幼儿园大班到国小6年级，咱做伙互囡仔会当接触教会，互因虽讲咱可能感觉讲咱即摆咧夜静，毋知当时的收歌，不过收歌在于上帝，不过咱愿意来夜静做上帝的事工啦吼。后礼拜是咱的母亲节主日啦吼，毋望咱的妈妈会当穿甲亲像要嫁查某囝娶新妇，吼，把最漂亮的那一件衣服穿来教会，吼，迄天要来翕相，所以咱也要来感谢咱的老母啦，吼，所以以上来报告。这是咱的人上言510首，俄勒天顶主宰。俄勒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下，彰显俄勒上帝。俄勒三位一体，白囝信息，请咱起立敬全首。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角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